结实累累，看着把奶就结实了。这个从问一下，手工的就要。那个，要解释哈，就是怎么？我先想一下哈。南风徐徐的吹，很像妈妈在，就是抱着小孩子在摇着小孩子入睡，然后不要哭啊，小孩，不要怕啊，小孩，你看那个稻子，转眼就结实累累。蝉叫声叮叮的在叫，很像阿嬷的声音。阿嬷的叮咛，阿嬷叮咛说，你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啊，你要好好整理你的路。看那个稻子，转眼就结实累累这样。